Heavenly Father, I appreciate you. Heavenly Father, I appreciate you. I love you, adore you, I bow down before you. Heavenly Father, I appreciate you. Son of God, what a wonder you are. Son of God, what a wonder you are. You've cleansed my soul from sin, sent the Holy Ghost within. Son of God, what a wonder you are. Holy Ghost, what a comfort you are. Holy Ghost, what a comfort you are. You lead us, you guide us, you live right inside us. Holy Ghost, what a comfort you are. Heavenly Father, I appreciate you. Heavenly Father, I appreciate you. I love you, adore you, I bow down before you. Heavenly Father, I appreciate you. Son of God, what a wonder you are. Son of God, what a wonder you are. You cleansed my soul from sin, sent the Holy Ghost within. Son of God, what a wonder you are. Holy Ghost, what a comfort you are. Holy Ghost, what a comfort you are. You lead us, you guide us, you live right inside us. Holy Ghost, what a comfort you are. Heavenly Father, we appreciate you. Heavenly Father, we appreciate you. We love you, adore you, we bow down before you. Heavenly Father, we appreciate you. We love you, adore you, we bow down before you. Heavenly Father, we appreciate you. Heavenly Father, I appreciate you. Heavenly Father, I appreciate you. I love you, adore you, I
Heavenly Father, I appreciate you. Son of God, what a wonder you are. Son of God, what a wonder you are. You've cleansed my soul from sin, sent the Holy Ghost within. Son of God, what a wonder you are. 听这平安，咱即时就要开始咱的敬拜，请咱用神甲真实来敬拜咱的主上帝。来唱会经诗363首，耶和华早起时，你会听我的声。耶和华早起时，你会听我的声。早起时，我要对你拜礼，我的祈祷，望你应我。我要入你的圣殿，照亮你极大的恩主，我心敬虔，心敬虔。我要对你的圣殿敬拜你。我要对你的圣殿敬拜你。福音正声。
以色列啊，当耶和华你的上帝爱你生命啊，敢毋是独独爱你敬畏耶和华你的上帝，行伊一切的道路，听伊真心真性服侍耶和华你的上帝，守耶和华才会诫命甲伊的律例，就是我今仔日所命令你的，为着要互你得到福气，来吟圣诗206首，今日是主设立做圣，请起立吟全首。今日随主设立做圣，我着遵守来得安宁。求主今日点我心内，拄我黑暗，予我光明。今日受主出无去，卡影应付救人出世。求主今日予我得胜，脱离罪恶，过我属你。今日上帝上所诚心，亲像火焰对天降临。主今日感动我心，你日基督听主福音。名字更名我名日子，世上劳苦今日帮你。今日是主恩典上事，我心情愿奉献予你。阿门。伊阮徛伫来信仰个别，用上帝十条诫个别咱的信仰。第一诫，我以外你毋通有别个上帝。第二诫，毋通为着家己雕刻偶像。第三诫，毋通滥觞称耶和华你的上帝的名。第四诫，着记得安息日守伊做圣。第五诫，着孝敬你的老爸、你的老母。第六诫，毋通害死人。第七诫，毋通行奸淫。第八诫，毋通偷窃。第九诫，毋通做假见证，陷害你的厝边。第十诫，毋通贪你的厝边的某，也毋通贪你的厝边的某。奴婢、牛，以及你的厝边一切所有的，请坐。三甲来启用，启文15篇，启文15篇，诗篇65篇。我来启兄这来用。上帝啊，伫锡安有人俄勒在听候你。听人祈祷的主啊，罪恶较赢我。你所竞选，互伊亲近你，踮伫你的院内的。我要因为你的厝、你的圣殿的福气。日出日落的所在，你互因拢欢喜。
上帝的河，伊的水满满。你关押残垣，满伊的沟，修平伊的灵。你用你的恩典做年冬的冕旒，治理旷野的草坡，草坡用羊群做衫来穿，山角用五角做满来盖。三角来祈祷。感谢主，今仔搁伫礼拜中敬拜你，阮要切切羡慕你，为着要领受你的权能甲荣光，阮的嘴唇要学乐你，因为你的慈爱比性命较好。那我要亲近你，因为罪较赢阮，你赦免阮，通伫敬拜你的时，享受你的美好甲喜乐。阮以来每一个时刻拢亲近你，因为阮是属你的，是你竞选的。你清起阮的心，阮就随时拢要亲近你。感谢主，你对大自然创造的水，奇妙的作为，而且对土地的管握，你的供应丰富。阮也感谢主，阮徛伫这块土地，台湾也是你的创造。求你照你奇妙的作为，人民照顾，有丰盛的资源甲供应。以色列这个国家的土地也是你的创造，是流老人甲蜜的土地。现在甲哈马斯在战争，两边拢有无辜的受害者。求主互因的人民伫你面前有真正的讨放、平安、和平甲自由。祈祷主，你有创造的能力，你是创造的主，你也是救赎的主，有救赎的恩典，所以阮有罪的，拢着伫你面前真实认罪。求你用宝血洗阮清气，互阮有清气的心、正直的心，通每一遍亲近你的时，用真实清气、无亏欠的良心，坚定来信靠你。今仔日是台湾新6月奉献主日，林老师要报告新6月的事工，互阮阁有较济的关心了解。伊要讲道用伫礼拜中拄着神对朝圣到同在，要传达上帝的真理。求主赐阮气力，持守遵行主的话，伫每一日学习敬畏主上帝。阮安尼祈祷，拢是靠主耶稣的名，阿门。主听阮祈祷，主听阮祈祷，主听阮祈祷，主赐阮平安。阿
生活对现实应要颂。来强调上帝的话。伫旧约圣经《申命记》4章第5节到第10节，《申命记》4章第5节到第10节，第191面。看啊，我也捌用律例甲法度教示恁，照耶和华我的上帝所命令我的，互恁遵坦伫恁所要入去承接的地。所以恁着接手来行伊，这就是恁的智慧，聪明伫列国的面前。因一会听见这一切律例，要讲，这个大国真正是有智慧、聪明的百姓。踏入一个大国有上帝甲伊亲近，亲像耶和华咱的上帝，伫咱见那求叫伊的时，甲咱亲近啦。阁有甚物大国甲律例、甲法度？亲像我今仔日伫恁的面前所传一切的律法，遐尼公义啊！所以着家己谨慎，也着谨慎守你的心，免得你袂记得亲目所看见的事，搁免得这的事伫你活地的时离开你的心。
也着用即个教示恁遐个囝、遐个孙。你伫何烈山徛伫耶和华你的上帝面前，迄日耶和华对我讲：你甲我召集百姓，我要互因听见我的话，互因活伫世间的日，通合适敬畏我，通教示因的行仪。以上。圣哉，圣哉，圣哉！我心虔诚来尊重，我心深在对你因讲，只剩我的主。圣哉，圣哉，圣哉！我心虔诚来尊重，我心深在对你因讲，只剩我的主。今仔日是本会台湾新乐医奉献主日，新乐医派林文官老师来请安甲讲道。要甲咱分享的题目是：伫礼拜中拄着神对朝信甲同在。阮会当透过安尼一个过程来体会甲你同在的美好，甲明白你甲阮同在，你所应允阮，你所要做的目的。阮安尼祈祷，奉靠耶稣基督的名，阿门。我今日要讲的即个题目吼，真侪人会感觉讲，咱来到教会敬拜，逐个主日来，毋是就是要甲上帝相拄，这有啥物好讲的？我家己伫学校内底甲敬拜，甲伫一个教会嘛是有做一下分享。我发觉兄弟姊妹上在你问一个问题，就讲我要安怎确定你敬拜的时阵，我甲上帝是真正有相拄着？我讲上帝已经甲你讲，就应允要甲咱同在，安尼无够吗？然后遐个兄弟就讲，也是阮学生就讲。这我知啦，头壳知啦，毋过我无迄个感受。有一个较灵恩的教会吼，会友哦，敬拜的时阵吼，话足大声，唱足大声，拢搁讲方言啦吼，我嘛是相共的问题，我拢安尼做啊，但是我较会有感觉，毋知影敢上帝敢有教咱伫即个敬拜当中，敢真正甲我同在。我有时会问讲。你家己感觉问题出伫倒？伊讲问题出伫我出教会门了后，我规礼拜慢慢就无感觉到上帝甲咱有同在啊。所以会有安尼一个问题，我感觉我伫想，可能是爱需要大家来做伙来思考的。我当讲到感受吼，足侪人讲我无迄个 feel 啦，无迄个感觉啦吼。feel 即件代志吼。足奇妙的，咱遮要做过要做有诶做阿公吼，还是做妈妈爸爸的吼，也是讲你带主日学，我家己无囡仔吼，我无计划无囡仔，但是我带迄个主日学这种小朋友吼，我有时有一个小朋友，伊普通拢安尼，甲你像足一般，有一天吼冲过来，拢甲你抱咧，甲你抱，
还是讲有些咱孙啊吼，还是囝走来啊，无讲啥，就甲你抱，你就知影讲伊疼你，伊有迄个爱，伊毋知要安怎讲，伊毋知要安怎表达，啊，所以甲你揽一下，表示讲我做爱你的。我毋知影大家敢有安尼经验啦吼，但是若是有一个囡仔，还是讲你熟悉啊，无熟悉，走来甲你揽一下，你可能知影是即个意思，因为这是感受。咱人对感受即件代志吼，拢感觉是真的，因为感受足真实，你就是拄啊好安尼感受着、感觉着、摸着，吼，有一个较久，但是敬拜中。咱对上帝，敢有甲咱同在，还是讲敢有甲上帝相拄？迄有些感受是无够的。我伫少年的时阵，对阮爸爸妈妈吼，我知影因疼我，但是我有时啊毋知因疼我疼到什么程度，我无法度真正感受，完全真实的知影因偌疼我。我会记得我细汉的时阵，佮较细汉、够读书的时阵。有一届，我感觉阮妈无听我，我感觉讲伊较会当安尼对我，我就问出灵魂拷问，我甲讲妈，你敢有听我？吼，我迄个问咧吼，囡仔拍死。我讲妈，你迄敢真正有听我？我妈无讲啥物，我看伊像有一只难过吼，啊无讲啥。第二天吼变规道菜互我食，啊煮规道安尼吼，我想讲哦，就这一招不错，以后会当用吼。啊，是安怎我会问出安尼的问题？其实我发觉到我国中还是高中的时阵，我嘛是无法度真正感受，阮妈妈甲阮爸对我有偌大的疼。为啥会安尼？因为感受是无够的。我需要真正明白因两个的心内对因的囡仔是咧想啥。我必须去明白伫阮的每一个阶段内底。做爸母的是你考虑什么的代志？我无法度用因对我敢有好，还是讲敢有随在我愿意要做啥就做啥，来判断讲因敢有真正疼我。所以咱的对上帝迄个关系，毋是甲感受就会使的。对上帝，咱甲上帝的关系，其实有一个足大的部分是你有偌明白上帝。所以第一点。咱若是无法度对迄个明白上帝来去考虑要安怎甲上帝相拄，咱所问出来的问题就会变啊，我敢真实有甲上帝相拄，就算讲上帝已经甲咱讲，伊一直甲咱同在，咱嘛无法度真正感受着。但咱所读的经在内底，甲咱讲一件代志，人会当去找着上帝，其实毋是人去找，是上帝家己来找咱的。这咱拢知，读迄个伫出埃及记内底，咱就知影，因百姓拢袂以色列人民毋捌上帝的时阵，已经袂记一个时阵，伊找着摩西过来找因的百姓，甲因带出埃及。伫迄个时阵，上帝遐家己来启示，讲我要做真做恁的上帝，恁愿意无？以色列人讲，阮愿意，阮要真做你神的子民。上帝直接讲好，安尼恁来拜我，伫好咧山下骹，因来准备。咱第一点就是上帝要甲咱相拄这件代志，是伊家己讲好的。不管咱敢有感受，伊甲咱讲好的。伫迄个咱的经节内底，佮讲到另外一件代志，就讲上帝伊要。敬拜中甲咱相拄，伫敬拜聚会中甲咱相拄，伊是有目的的。伊毋是过来因为欢喜，就甲咱组织，叫咱人组织伫遮。伊有一个伊家己的目的伫个，啥物目的呢？伊讲恁着爱组织听着我的话，佮爱互恁的囝儿去听着安尼的话，恁爱去遵行。好，咱甲这段吼，甲拆互开来看，有这两个部分。第一部分就是上帝伊找人，是伊主动的。伊找人，伊讲甲百姓甲组织起来。我只讲一个观念吼，真侪人会想讲敬拜是
私密的、足私人、足个人的代志，其实毋是。你家己甲上帝关系需要好好啊去维持，好好啊去甲改善，这是真的。但是组织做伙，一个公众的敬拜是无共的。咱你讲主力的敬拜是真侪兄弟姊妹做伙，迄毋是你家己私人的代志尔。伫咱遮看到的，即只经在你讲的，就是讲以色列百姓第一届组织做伙拜上帝。啊！伫这第一届组织做伙拜上帝，要做啥物代志呢？听到上帝的话语。第二项，恁就会当去学习，去敬畏我，搁爱互恁的囝儿会当照咧行。所以这两个部分，一个部分是上帝主动的，但是第二个部分，咱人要安怎回应？吼，第二部分叫回应。迄个回应其实是有咱家己的做法的。你可能会当回应啊，足合上帝足介意啊，有些咱的回应的方法有一个较老扯，但是这是咱人家己去做的，所以要咱看这个部分呢，咱人对上帝的话语，毋是过来听过去准煞，你需要有一寡行为，还是有一寡行动去回应。所以今日透早呢，我主要是要讲迄个伫敬拜中，你要安怎去回应上帝。是安怎这足重要呢？当我咧讲，足侪人、真侪人，你问讲啊，我甲上帝敢有相拄？你捌看过？你捌听甲人讲话，叫做爸母的，甲囡仔讲话，伊就耳边风拢无要插你。你讲半晡伊拢无要插你。有时我感觉咱人咧敬拜时阵，像上帝讲半晡，咱无咧插伊。有时会变做安尼，有时咱心情无好，有时就是咱感觉家己像咧不配，有时是因为什物原因，咱无法度专心，是讲咱无法度去回应。所以今日我要用一寡时间，甲大家来讲，迄个三度是安怎做到的吼。好，伫礼拜中，咱咧服侍的时阵，咱来礼拜中的服侍，就是听上帝的话。有一群人是咧准备迄个上帝的话，讲完牧者，吼，阮拢是咧准备上帝的话。每一礼拜一段圣经读出来，一段圣经节来讲出来。互百姓听到上帝的话，但是阮遮准备信息的人拢知影一件代志，即个信息、迄个命令，毋是该靠阮讲出来的。阮身边规个你敬拜，你为即个敬拜你做有备的人，拢是一部分，拢是即个有备的，拢是为着迄个经节，还是讲为着迄个上帝的话来有备的一部分。选的歌、抒琴。信歌队、拍酒杯的干事，包括透早招待伫外口，甲大家咧引出入吧，拢是为着要互咱有备好，好好爱听上帝的话语。恁即摆听到即摆，可能知影我的台语毋是讲上介好吼，因为爱去有备迄个讲道讲台语。但是我大概来到讲台语的教会，我拢会真正感谢主，因为有台语做认证的师会。我听伊讲过，听伊头前读经，佮有头前的一寡程序进行落去了，我就会当卡入去迄个讲台语的迄个想法，吼，这会当咱讲转换频道啦，吼，会变做台语的频道出来。这拢对讲道的人，吼，台语无好，讲道的人有帮助。我大概拢真正是感谢主有安尼一个机会，会当操练。我透早入来的时阵，坐伫遐听圣歌队咧准备。圣歌队准备毋是透早较准备尔，对无？迄连几啊礼拜吼，拢一直安尼。而且毋是为着即条，毋是过来即条歌的练习尔，以前百首的歌的练习，拢互因逐届的献诗会当愈来哪好，哪来哪水，这拢是有备，规个加起来，真做迄个话语，安怎互咱的兄弟姊妹会当听见？我有时听着抒琴，为着迄篇道选的歌所弹出来的录音，我有影足感动的。我伫我家己教会以前咧牧会的时阵，有一届我的抒琴，真正是选了一条真好的歌，是我伊弹了后，我甲我兄弟姊妹讲，
啊，伊弹了，我感觉毋免讲多啊，咱就伫遮搭三顶的棚啊，三座棚吼，踮遮享受上帝的同在就好啊。有些兄弟姊妹可能想要来听一篇道，搁来听，想要听讲完讲道，但是咱若是甲心拍搁较开一下，会当看见所有伫敬拜中做伙咧服侍，遮个兄弟、遮个同工所付出的，拢是为着互上帝的话语，互咱会当听着。这是为敬拜咧做有备的人所付出的一个代价。然后咱家己兄弟呢，会众呢，会众毋是都无责任哦，会众敢有备要来听这篇道。伫出埃及记出埃及记记第19章，就是咱今日所读的生命记》，就是其实是一个咧回放啦吼，一个重播吼，迄个出埃及记的情形。伫遐摩西要教大家组织的时阵，讲恁来三工来有备要敬拜。我毋知咱兄弟为着主日的敬拜，为着主日的组织，咱安那有备？你什么时阵开始有备即场的敬拜？我伫美国里实习的时阵，我伫旧金山，迄间教会吼做有意思的，迄间教会差不多拜四，因为我是因的音乐团队，所以我爱选所有的歌。拜三，苏琴就一直敲电话来，因为拜三牧师会讲道题目就出来啊。苏琴就一直敲电话来讲，你是选好未啊？选好啊，我要来练习。阮的苏琴吼，阮迄个苏琴是茱莉亚毕业，迄安那弹拢比阮，伊随在体内弹拢弹了比阮练半步较好。但是伊每一个礼拜拢踮问，你是选好未啊？我要练习啊。我讲啊，你是啥样？你安尼练遐久？伊讲毋是啊，我爱有差不多几啊工，啊，逐工拢弹，啊，逐工踮踮信心的帮站踮有备，啊，弹到拜日的时阵，我就知影要安怎来带会众做伙唱歌，会当唱了上介好。你知影阮迄个教会唱歌偌大声吼？我无看过，我真正无拄过比阮唱歌较大声的教会是安怎呢？因为阮迄个教会边仔就是电车站，一个站。迄电车过去的时阵吼，足大声的，啊，所以阮教会就唱了比较大声，吼硬唱的，啊大声花大声唱。阮捌甲迄人伫顶悬买菜吼，坐电车去买菜的人吼唱落来。伊摕一个菜篮去，阮遮有中国城嘛吼，伊就买，听着阮的声足大声，啊单行落来，啊后来介绍新朋友先讲，你倒位人送带你来的？伊讲，我就听恁唱歌足大声，我就落来看卖的。就安尼知影一间教会伫遐，我毋知咱敢有法度单唱去隔壁抗议吼。但是阮迄阵就是用安尼方，毋是用安尼方法，但是阮的兄弟姊妹愿意唱歌，阮的司琴做足大的一个有备。不止安尼，阮的兄弟拜四歌定落来开始拍周报，拜五阴暗就开始有人走来教会摕周报。迄阵无网络嘛，所以因就来教会真正摕迄个印出来周报。拜五毋是私会哦，就一般的会众尔，就来摕周报。啊，我捌问过，我迄阵做新学生吼，啥物拢无啥捌，就问讲，恁摕这周报是要转去创啥？伊讲。我先摕转去厝里，知影要唱对一条歌，因为唱信息嘛，哈，阮进信会唱的是颂主新歌，嘛是信歌本。又讲转来，我翻看第一，厝里拢有信歌本，翻看第几首，就开始家己练，要读对一段的启印文，就家己先家己读好，要读对一节的经节，拢甲读好。伊讲安尼，我拜日来到教会的时阵，我就有备好啊。伊啥咧要安尼做呢？因为你安尼做，你坐伫你边仔的人，若是对圣经在无熟，还是讲拄好无啥会晓唱遐个歌，伊就会当作大声来帮伊唱。一个崇拜的一个学者叫 Robert Weber 吼，伊捌讲过一句话，伊讲咱伫即种公众的敬拜中，若是你所做的。无去帮赞着你边仔的人的敬拜，佮来为着你家己，安尼你就无去做着组织敬拜的迄个责任。
咱人来敬拜，其实是有责任的，毋是你的责任，毋是该来看上帝，你家己来了解上帝安尼尔。咱有一个责任是爱互咱边仔的人，嘛是会当甲你做伙敬拜。哦，我最爱唱和声，哦，大部分的歌出来，我不管有谱无谱，我拢会当唱和声，哦，和音。啊，我大概是唱和音，隔壁的人就互我拖去啊。啊，我就会乖乖个唱倒来主旋律，因为隔壁的人愈唱愈无唱无落来，我就乖乖啊放弃我唱和声的迄个快乐吼，唱主旋律吼，啊好唱主旋律是唱无迄关音无啊，家唱啊足痛苦。但是为着我边仔的兄弟姊妹，我需要安尼做。你为着敬拜，你安那有比？咱透早来到教会，可能有的人无法度像阮教会安尼讲，两工拜五就来摕酒报。你嘛会当为着教会来有比，可能头一工，甲第二工要穿的衫藏好好，甲囡仔爱准备囡仔要出门的代志，拢先准备起来。我以前捌去教会，迄囡仔吼，到要主日学，因去上主日学，啊要奉献的时阵吼，囡仔就规批走起来顶悬，甲因爸爸妈妈讨钱。哦，我感觉足奇怪，你袂当头一工就甲迄钱互囡仔吗？其实若要互因有比，拜一就爱甲钱互因，叫因甲迄个钱捏咧，捏规礼拜，甲讲这是上帝的钱，看因敢有法度规礼拜无甲用掉。哦，我是安尼去教阮的主日学的，因为这拢是咱有必要来见上帝。咱见上帝毋是一个主日，咱见上帝是上后来上落尾。伫伊搁来的时阵要见伊的，所以迄个有比是一日发生的。啊，逐礼拜咱来遮主日的组织，其实拢是咧有比，拢是为着要来见上帝有比。兄弟姊妹做伙听上帝话语，彼此去确定上帝甲咱同在，即个确据。然后，咱唱歌大声去读圣经，咱会当感受到，毋是过来我一个人，你看你甲上帝，你要甲上帝相拄，我边仔人嘛相共要甲上帝相拄。我是教音乐的吼，教音乐甲崇拜的。音乐即个代志吼，是真正足好的一个工具，互咱会当去感受，像咱去揽。咱所听、咱所爱的人，迄些感觉安尼，有些咱讲袂出来，有些上帝话语，咱咧唱，还是讲咱的祈祷用唱的，会当更较好的去表达咱对上帝的听。音乐是一个足强、很强大的这个工具哈，真水。但是咱伫组织的时阵使用音乐，伊毋是一个人的代志，伊是为着咱。全体兄弟姊妹做伙去领受的，咱明白伫敬拜的时阵，甲上帝相拄。然后我问一个问题，我小可还未解决，是安那咱敬拜了，就感觉上帝愈来哪远，哪会安尼？这就是咱的回应的问题啊。上帝甲咱相拄，为着要互咱伫信心的帮助中，心意会当更新甲变化。爱改的是咱信的工作，毋是互咱有遐会当去医病，也会当去赶鬼，毋是安尼尔。其实伊上重要的工作是互咱人的变化。大概来听到上帝话语，咱人就有变化，咱人就真在愈来愈信也基督。你若是无甲你的心拍开，互上帝伫内底做工有变化，会看到咱的兄弟姊妹拢是上帝的信心伫因内底，伫内底大，咱无法度真正伫敬拜中，甲上帝当感受到迄个真实的相拄。咱的有比，当讲我有讲到阮教会唱歌足大声哦，唱啊外口的人拢走入吧吼。咱的有比其实是互人看见的。咱所有比所咱组织敬拜，佫有一个目的是别人会看见。但咱所读的经在讲，
因听到这个律法，就知影咱的上帝是有聪明、有智慧的。即个国民，这国的人民，就是有智慧、有聪明的。迄毋是咱有啥物聪明哦，有啥物智慧，是因为咱所信的上帝。这就是一个见证。有啥你讲啊？我毋知要怎传福音吼。我讲你先歌唱好大声，你就传福音啊。当咱信歌队所唱的歌词，我毋知影讲大家敢有听到 Gloria in Excelsis Deo 对吧 ？In terra pax hominibus voluntatis， 这是拉丁文，吼啊，伊讲的就是一个见证啊。伫上因光归互上帝，就平安互伊所听的这个百姓，这就是一个福音嘛。耶稣基督出生的福音嘛。你会当大声唱出来，就已经是一个见证啊！人若是看到咱遵传上帝命令，就愈较个看到咱真正是属上帝的人啊！哦，当下伫遮我两个警察，咱的兄，咱周围的世界还未信主，世界咱迄个社区还未信主的，敢有看到咱这间教会？是安怎的一间教会？我是第一代基督徒，我未信主之前吼，其实我拢感觉基督徒拢是好人，我感觉哦，那基督徒都好人呢。哦，其实我来到教会了，嘛是感觉基督徒是好人呢。我开始误会啊吼，我还是觉得基督徒是好人。另外老师你是要讲啥吼？我了你无回时，阮教会迄个执事吼有时啊为着一寡代志就吵起来，吵起来了吼，应该安尼笑笑我讲，阮足烦吼，阮足麻烦吼。我就讲，嘿啦，有一点恁咧吵的时阵较麻烦啦吼，但是恁其实是好人。因讲，安怎讲？我讲恁逐个人拢是为着上帝国啊，拢是为着教会好啊，是讲逐个人坚持拢无共啊，就吵起来啊。是安怎会安尼呢？因为无互上帝的心去敲一下啦，吼，心意更新而变化做无够。但是咱会当进步啊，慢慢就进步起来啊。基督徒是做好人，是好人，但是好人是无够的。真侪人拢会当做好人，但是咱毋是该做好人尔，咱来真做上帝的百姓，咱来慢慢体会上帝心意合一，所以边仔的人看见，就知影咱有智慧、有聪明，就知影咱是属基督的。今日是新学院的奉献主日吼，我要咱有一段影片，敢会当请咱同工来帮一个吼。是150多年前马偕牧师的设立，吴威廉甲孙雅国校长的继续规划。咱即时未伫遮看到学生拍拼读册甲研究。若毋是学生毕业了后伫教会服侍，教会伫即块土地的见证，可能也无共款。若毋是老师愿意认真教示甲影响，这学生就无法度受到完整的神学教育。问题不在听众，或问题是在我们。我们讲的讯息，给的讯息可能不够清楚。好，所以呢，有为了讲道者帮助你。新学院的教室是现在学生未来的教会牧师学习的机会。每一摆上课，也是老师实实在在的影响信仰的时阵。在实体的，在学院当中的群体生活的这种神学的教育啊，彼此之间的相互的砥砺，甚至提醒啊，那这是非常难的。教教育的赖鸿专老师，家己捌伫台神受过老师好模范的感动。伊认为耶稣当初都是用生命的教育门徒，通过实际生活的过程引带学生。
亲像教务长张志伟老师提醒，用格罗西书保罗讲的“定军受起责”来面对世代的挑战。我们怎么样在这样的不同的风向，不至于飘来飘去？那就是这个经文讲的，在基督里，在根基里，在教会里，神学教育跟教会是何等的紧密的这样的彼此依靠。台新8年前通过政府立案设立研究所以后，培养牧师、传教者、教会音乐服侍者以及灵性咨商的专业人才，希望加做教会的根基跟力量。服侍的心有时候会是软弱的，因为会遇到更多的对别人对我们的攻击。可是他如果知道说他服侍是这群人，是为了下一代的人的时候，这个或许这个坚持才会走下去。为了后一代，就会当坚持。老师拢真重视信仰根基的起造，这也是梁月梅老师当初决定要进入神学教育的原因。伊认为这是上值得抛头颅洒热血、奉献性命的代志。对我来说，最吸引人的地方是帮助人找到他在上帝国的拼图里面他在哪里，然后怎么样帮助他建立一种不管世界怎么动摇我，我就是要走这条路，我就是要回应上帝。满我赢我充满我，这是今年开学礼拜中台新的老师甲主管做伙献诗的决志。因设立教育的目标是敬虔、知识甲宣教，毋但磨练家己甲学生，也是为着台湾的教会。今年度台新的经常费是6925万，要用伫师资的培养、教室甲宿舍的整修、远距教学、奖助学金、甲图书馆的设备甲册。阮需要更较侪人的关心，特别是你的关心带导甲奉献，来支持这个神学的教育，也是支持上帝听台湾互福音伫这个时代会通代代相传，用听来三组织，会通结出更较侪这个梦的归心。望伫这块土地讲出福音的故事，宣扬上帝的恩典。过去150多年的台新，有接受呼召的学生，有愿意研究教导的老师，以及侪关心、奉献甲支持。到即马，甲未来，因拢会继续为台湾教会创造故事甲历史。亲爱的兄弟姊妹，毋但是因在写历史，你也是，咱拢是。我当伫上路尾有一张迄个投影片，吼，顶悬是咱拢做熟的迄个马太福音第28章，恁着爱去吼，互万民做我的门徒。伫遮上帝讲，恁若是安尼做，我着常常甲你同在，甲恁同在，会甲恁到上路尾吼。我当讲过，我是第一代基督徒。我迄阵当较信主的时阵。伫教会迄个图书馆，暑假的时阵，伫教会图书馆看掉差不多200本的册，伫见证一个看到系统神学。是安怎会安尼呢？因为我伫入去到教会的时阵，刚开始的时阵是对伫诗班圣歌队内底。伫圣歌队唱歌的时阵，祭司来甲我讲你还未受洗，上好是莫去哩，我佮帮伊弹琴哦。讲你还未受洗，我感觉无要紧，是恁需要我，毋是我需要恁啊，恁欠需求嘛。但是我嘛无离开，为什么？因为伫迄个时阵，我已经看到遐个诗班员、圣歌队内底的人奇怪，
因吼嘛是学生，啊，逐个嘛拢安尼苦哈哈，功课足重诶，啊，因拢是夜间部诶学生吼，搁较困难。但是因身躯顶有一种足奇怪诶情形，就是讲，因可能头前一步毋知要哪行，但是因阁有另外一款，互你感觉因足稳定，有一种确据，知影家己上路尾会去对。啊，我无啊，我要看啊，讲奇怪，啊，这个人是你姓啥？我足好奇的，想要知影，所以我就继续甲迄个是咱做伙练歌，我个来无去哩尔，但是我甲因做伙练，啊，伊嘛拢安尼甲我接纳入吧。到后来我受洗信主了，我要受洗时，我甲阮爸爸讲，阮兜拢还袂信，我甲阮爸讲我要信，我要受洗，阮爸甲我讲信就信，不要太迷啊，信就信，不要太迷啊。好，我要受洗，伊嘛无讲啥。我受洗了后呢，我就出国啊。我大2、大3就出国，然后转咧读音乐。本来我读物理的啦，嘛转读音乐。啊，我读册读了，读毕业，我嘛是有影是想讲要去献身出来，我要去读神学院。阮爸阁是讲，信就信，不要太迷啊。我甲阮爸应一句，我讲就是不要太迷，才要读神学院。阮爸讲，有道理。这时候你若听出来，阮兜足开明诶。这是我咧讲诶。我其实我是到信主真久，拢做传道者了，佮回头转去看阮爸妈，较知影因安那咧听我。因对因诶迄个囡仔，毋是完全条诶。一个晓读册囡仔，一个像有足才能诶囡仔，但是因无感觉讲你献身出去是有啥物问题，因为伊听我。伊照我家己认为我的意思，阮爸甲伊讲，你要行的道路，你得爱家己负责。我甲伊应一句讲，上帝嘛会负责。伊可能心内讲，钱是我咧出的，伊个内底是咧想，但是伊因为听我的关系，伊嘛是小工去支持我去读神学院。这是我的背景。我入去读神学院，我较知影，迄个敬虔知识宣教是啥物意思？迄个敬虔是我家己愿意付出的，但是迄个知识是互我更较明白上帝，所以我会当更较有较久的状况会来明白即个上帝，不止明白伊会当感受，啊知影迄毋是虚幻的，毋是安尼虚虚的。神学院需要大家的奉献，但是神学院更较需要学生，不止大神吼，即马。其他的神学院伫去年，毋知啥物缘故，招生拢无算介上理想，是献身的人愈来愈少，还是因为一个大环境的原因，我毋知影。我真正是请兄弟甲这放伫祈祷当中，若是教会内底有青年，还是中年吼，袂要紧。真正是愿意奉献出来，上帝伊家己是伊的应允是不会落空的。伊讲恁去，我着甲你同在，迄是真实的。我伫一个无信主的家庭安尼出来，我伫一个毋是长老会背景，毋是讲台语的背景出来，即马伫台城里服侍，我感谢主，互我入去到台城，会当去看到真正一间教会，一个崇拜，安那甲台湾即个土地是连接做伙，这伫其他的宗派内底我是看无的。佮另外一点，阮会当为着伫安尼教会内底要服侍，阮看见台语的水，但是而且阮嘛知影华语要安怎使用。我感觉伫即个当中，阮所看到的是上帝安怎来听咱台湾人。所以我真正是毋望咱兄弟姊妹除了用金钱来帮咱新学院以外，会当为阮有学生好的工人，会当入学校读册来祈祷。伫启示录21章13节遮有一段经节，伊讲到的。佮听见大声对座位出讲，上帝会幕伫人的中间，上帝要甲因三角徛起，因着要做伊的百姓。上帝本身要甲因伫地来做因的上帝。
上帝应允头甲尾拢是相共相款的。伊要甲咱人相拄，伊要甲咱人同在。咱可能有时啊无感受着，咱有时啊想要逃走，但是咱是属伊的百姓。咱上到落尾是甲伊同在。你敢有真正确无迄日会来到？你若是确无，咱就爱务必好好为着伊的国的来临来做见证。咱做伙来祈祷。听阮的阿爸爸，阮感谢你的恩典。伫阮是罪人的时阵，伫阮阁无明捌你的时，你就拣选阮来成做你的百姓。你为阮设立礼拜的聚会，互阮会当听见你的命令，就会当敬畏你，而且阁会当教示阮的囝儿来明白、尊谈行你的心意。愿你的信心做工，帮助有比阮在座的每一人，伫每一届的礼拜中，甲你相拄，甲同工正兄姐做伙体验你同在的美好。佮诚做对佮无明捌你的人的见证，也为阮所听的神学院来祈祷。愿你大大使用神学院，大大使用大神，为你的国临到来做有比，是靠耶稣基督的名祈祷。阿门。三甲来吟圣诗482首，为主来做伊干净起立吟全首。为主来做伊干净，主是一好朋友。为主听堂来保养，好人幸福成就。为主来做伊干净，永光救主耶稣。为主来做伊干净，永光救主耶稣。为主来做伊干净，应该欢喜出声，保佑救主大天堂，替咱放下性命。为主来做伊干净，应光救主耶稣。为主来做伊干净，应光救主耶稣。为主来做伊干净，咱着保守公义。若无真力来干净，永袂用安心。为主来做伊干净，应光救主耶稣。为主来做伊干净，应光救主耶稣。为主来做伊干净，心意做伫写清。答应好打来讲情，我每夜到天庭。为主来做伊干净，应光救主耶稣。为主来做伊干净，应光救主耶稣。阿门。请坐。
奉献，书献卫书会执事陈雅文执事。今仔日奉献特别为台湾新学院的教育甲服侍事工来奉献。要报告大声，咱来读今仔日的金句。搁听其大声对座位出讲：上帝会幕伫人的中间，上帝要甲因三角徛起，因要做伊的百姓。上帝本身要甲因伫地，来做因的上帝。启示录21章30。做伙来读两遍。搁听其大声对座位出讲：上帝的会幕伫人的中间，上帝要甲因三角徛起，因要做伊的百姓。上帝本身要甲因伫地，来做因的上帝。启示录21章30。搁听其大声对座位出讲：上帝的会幕伫人的中间，上帝要甲因三角徛起，因要做伊的百姓。上帝本身要甲因伫地，来做因的上帝。启示录21章30。咱本周的聚会表甲礼拜事奉，请咱家己看。来看第4面。第4面，小会公告：下主日礼拜举行圣礼典圣餐，请遐这有备心甲主同坐倒。本会消息：第一，
今仔是本会台湾新学院奉献主任，新学院派林文官老师来请安甲讲道，感谢伊辛苦。请兄姐作为关心台神事工为遮的事工代祷，然后感动的时常爱为遮的事工来奉献。会主日邀请小会议长张宽牧师要来主持圣餐甲讲道。第三点，会主日爱餐后12点伫3楼召开11月定期中集会，请中集出席。看第5点，11月初8。就是礼拜3的祈祷会，邀请仁爱小组甲喜乐小组出席参加祈祷。第6点，伫11月25拜六9点半到4点45，伫咱本会举行2023年度全教会事工研讨会，请同工中集爱参加。第7点，本会小提琴初级班为今仔开始接受报名，欢迎对小提琴有兴趣的行政干事报名。后礼拜日举行11月寿车庆生名单，请咱家己看，然后有楼顶的为此会接受竞争。看第5面，团契消息，主日了，国小部11月开始伫4楼上课。第2点。社青团契，等下礼拜3 11点20甲妇女团契有联合聚会读经。第3点，妇女团契等一下就是甲社青联合聚会。第2点，10月17礼拜日下晡1点10分到12月18举行一个活动，伫国馆举办温泉悠活漫游，有兴趣的要参加的，会长刘乐仪报名。第4点，少年团契11月新安宫的试题已经完成谢立珍老师来领取。11月12、11月26。拢有聚会。12月15，咱台中中会举办的一个特殊的圣诞节甲敬老的感恩礼拜，要参加的11月12进前，会长王明仁长老报名。第5点，有四海读经11月初9聚会，兄弟团契11月11拜六。聚会，青少年团契11月12聚会。第8点，圣歌队顶礼拜六年会改选选出新的队长杨乃奇。咱看第6面，第6面这个集体关怀甲祈祷特别先有2点我报告一下。这个本会林慧珍姊妹10月20日蒙主文调，伫后日就是这礼拜2 11月7日伫早时8点半，东海殡仪馆怀念厅举行日暮告别礼拜。随后有火化礼拜，下晡时安放伫玻璃十字园。要坐有登记坐福音车的
伫当日的7:40，伫教会集合出发，愿主安慰遗族。第2点，本会东亚省长老10月22蒙主文调，伫11月11，就是这个拜六早时10点，同款伫东海殡仪馆怀泽厅举行告别礼拜，愿主安慰遗族。咱兄弟为这2项祈祷。看汀州的奉献，汀州的奉献刊登伫第7面，刊登第7面，若是有老高的财政财务部长来更正吼，来更正。今仔日毋知有新的朋友无？新来的朋友，拢无吼，无新来的朋友。安尼，若无新朋友吼，咱来为集体来祈祷吼，集体祈祷。尾仔咱看遐的第6面吼，第6页遐有几点来祈祷。我带领咱兄弟来祈祷。主啊，阮拄仔伫报告事项，搁一遍在会真姊妹甲家姓长老，拢是受主恩召。因的肉体虽然死，因为因是信主得救的，主做因性命的主。所以得到属灵的体，永远的活命。但因已经徛伫上帝的宝座前，因得胜，靠主的保护得救，死亡无互因甲主3年。愿求主坚固。因带掌管因家属办理告别礼拜甲所有一切的事，顺利进行，无阻碍。我也为白听的赖姓人长老祈祷，伊有2边的手术，伫恢复的中间，主你是伊的保护。也是患难中及时的帮赞，求主予伊得到快乐，病痛中经历你的医治、慈爱、怜悯。阮教会伫无牧者的期间，有超多10数名牧师的意愿，阁有伫教会公布。刊登消息，但是到现在无适合的对象，阮持续祈求主你有备适合的牧者，所竞选的牧师，照圣经的真理牧会，有讲道、教导、听、甲关怀的恩赐。阮安尼祈祷。拢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那这3个来请安。
来，搁唱一遍来。我用主的听信心来听你，我用主的听信心来听你。我看见你来临，有主的荣耀。我用主的听信心来听你。咱游玩兄弟要来吟上营514首，搭配线会求主赐福。吟诗说，请林老师教导。搭配线会求主赐福，好愿心中上快乐。搭配结连亲爱互助，欢喜本对主脚步，对主脚步，对主脚步，经过旷野主带路，阳光冠冕归主圣会，张愿心志连行行。真理传播，百倍修成，世界归主最见证，最主见证，最主见证，无论倒去最光顶，教会运行对咱做起，所受灵阮那加起。信心叫做帮赞，那久那在阮无限，阮典无限，阮典无限，久长充满通世间。阿门。咱总伙来那样受上主的祝福。愿主耶稣基督的恩典、天父上帝疼痛、性情的相通，甲恁众人三角地地对即时到永世代无尽。阿门。阿门。请坐默祷。